家之言，一时病重，危在当夕。不是已经去太医在医治了吗？也饶无恙。哦，哎，时隔多年了。是啊，时隔多年了。先王驾崩，陛下也已得了真位。陛下后不念手足之情，下到诏书将你兄长杀灭了。哦，国丈是我这样讲话。我信吗？莫非他会答应吗？还有这是一时之气，如今时隔多年，总为念些母子之情的，你恐怕未必深知我母后的脾气。国丈，你为我忽然想起此事，这样对你我有什么好处啊？陛下。自从他与这张真子来，现在已是情变改。夫家是着石龙场，堂里宗亲为石阶山，万岁呀，同是恭喜见长你，要女尊结配家园为。国丈此言非你猜，此今是国他命我青四海，孤守江山与莫为报，故意为难与莫为财。这大唐三国原心里，何用基于这唐十岁？陛下你总算在龙外，在空是生于子，难转红尘，必须要无老人一心归，才能报得帝王哎。至今你现在悄悄与书来，若真二句万岁，万岁实有用人之，他赴汤蹈火不是太。国丈希望你们早来，你高老夫婿大富贵，下半年与其面红西京，测算他和你有迷门在，从今后莫再地修在了，你连来报仇又何苦来？真不为陛下，母亲为谁？我这句踏平平做王位。国丈，从今以后你再也休的这样的事啊！前几年赶进王皇后反对母后，这是谁有应得？上官仪是你替他作证，像我王兄平中人工，真也无能为力。淑女说，国丈世上门前些，却怪他人话上伤。你呀，管管你自己的事吧。你曾突厥传教时，官声不大好。此次你弟身为女子有此事，你要小心才是。臣启陛下，陛下一点，臣谨记在心。这是臣阅历精读，
恐非陛下之福，才能调整在今，才是万岁足语，这对陛下也有好处啊。那今天调一个什么职位？这好是中书令啊！呵呵，国长，你的口气倒不小啊。好，这样吧，让张同喜有功老二再商量商量，今天调为侍中吧。谢子龙来日。他说喜有功大人即刻前来，说真有要事议论。是。万岁恩，臣没此不忘，臣暂且高抬。好，国长，请便。谢万岁。谢万岁，喜有功大人说。好说。万岁。下朝有几选老臣，不知与乎紧要大事啊！朕实在忘了一件事，才请办理一下。与乎自意？是因为国长不愿原力进士，命请将军女子此事改为侍中之责。妈妈，原侍中刘金贤呐，免去本职。有请随便为过什么事吧？还有，朕的奶妈之子杜松田也是把世界公平馆做主。哎呀，万岁，这事空不出吧？为什么？难道朕贵为天子，为这两个官做不可？非也，想为国长原来是传君之责。始终为娘娘奉为王允，为国长连胜数计，一所铺告。想在侍中之责，乃是中书令之下，未通落部，实权必消啊！虽说刘金贤并不差错，岂可轻易更换？吾皇为国长。什么？为国长浑身不好，才职不高，恐难之中王。至于陛下的儿子杜松田嘛，真是本不用才，怎能诞生的无品大运？依你说，一个都不可以。陛下三思，我都想过了。朕身为不可以的呀！是你为天子还是我为天子啊？朕该死！万岁！万岁！虽为天子，应上提太尉之意。太尉用神，还之神还，年之神年。终以得罪为先，军事上遵照万岁的旨意，太有江夏贼来，vì thế我是屈贼不起的呀。好，我知道，都是你们这些人，动不动以太尉来养我。好，万岁，我告诉你，朕不做天子，这两个官也要为人。你要是不答应啊，明天把你的官也割掉。是，臣该我再对你说，我就是把天下送给为国长，也没有什么不可以。我方是个侍中之责，你。
是观音不前呐。喜爱卿，你怎么又来了？遇到了什么为难之事？怎么有生全境之意呀？这个喜爱卿，哀家自从实施高中以来，眼见贵族宝物元老王爷，用人浙江门第，不从得罪，因此哀家才各施行政，曾受到许多元老重臣公子王生的反对，对那卿等忠心为公。如今大局处定，但死灰曾能不少，青色死去，在富国众生将为谁头啊？这个，唉，两国之间难为兮哟。哦，但是万岁又给你出了什么难题么呢？万岁要一人，就为国常为始终之责。即他内马的儿子为富平官，爱卿，你是伟大，必曾立政府要啊，圣上怎么讲？身上大发雷霆之怒啊！他怎么讲？你不管万事想贪污他，太后一时之气做不得准啊！他怎么讲你就照着讲。是，万岁言道，我把天下送给魏国昌，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呀、何况始终之责。请皇上来。是，太后，请皇上来。是。哎呀，竟愿意将天下送臣，太后，一时之气做不得准的呀。你这么快吗？我看他没有什么大事，经不得人几句话，就看不出什么黑白。你知道吗？近来在他的周围有一批人，太后，只要太后传谕几句，也就是了，真是没有法子的事啊。是啊，真是没有法子的事啊。看来也只有这么一条路。启禀太儿万岁驾到。是这样吗？不知何在呀？你愿意将天下送与你的魏国上，万事无才。我这然而就期望了神，老人这辈子在望春龙到望作君，你不想在家图完真恩情，见些烽火灭在身，你不想东当某一真一人，不马修子真情恩，你不想怎样能使命完落，怎样能令兵家进，恰在是道日中日尽小人，你是赤目成光无用心，愿将天下送于心，不爱江山爱长人，不在后宫终于见，不在朝堂也与人，我问你不家方圆更不公，不在言语真为真
20年太监，名气泾阳中撬动龙凤府，本府法官47天元殿听候宣召，遵旨。纪元公听旨，罪命你草拟诏书，立这年有1千南征一国大位，立刻报必去王帝啊！这封为庐陵王，迁居王州。即日起，哀家亲临朝政，即王帝位万岁。且宗子女，家有养儿，各得其用，老死长态。只能选取英秀之才，必修文思。当姑娘曹大夫尊美于心，你外文才也将别有心哦。原来这大人之意，看女哭去女偿冤，亦不过是点缀门楣。
人开去女库，仅仅是一在点缀而已嘛。陛下，自从反复开天辟地以来，阴阳有分，男女有别，男子华而女子内，应真应贤，乃是女子的本分；官方定国，乃是男儿天职，细用文要。竟是陛下所为，乃是颠倒阴阳，文要内外，恐与礼法有所违背吧？你倒真是开口礼法，闭口礼法。以前说是寡人也只配在御宫应征言行，不配在这里处理朝政了。这到你的心里了吧？你倒自问不是开天辟地，你还是女巫师连着覆天吗？臣不知啊！那你以为少这些礼法，多宽牺牲吧？第二请听旨。明立指示女库，显露天下女中应才，并且不分地域，不分出身贵贱，一律平才取乐。真是这又违背你的礼法了吧？第二请，你倒说说你是什么出身？臣出身何地，家父务农为本。这不就是了吗？为什么那些三老元老贵族王孙都是此恨我？要是寡人也刚才像徐爱卿说的那样，今日道堂之上有尔等即位吗？因此请等需要自己身居要位，也讲起什么门的礼法来了。臣切记才行。不过寡人开去女库，不是一才点缀。第二请所见，虽然高于他们，但这点也乃身体不易呀。哎，你到底还是个男人啊！哦，听说第二请在违法之前，曾留守在一个寡妇店中，那寡妇有意相求，第二请人说话不来，又这是非，怎么陛下也知此事啊？看来青岛还是个真正的男人嘛！陛下，请上去早生吧，请上去早生吧。众卿还有5本要奏。陛下为光开野路，造成四方民意，也有吉祥太孝，名臣自任4个书标同会，此罪还用，请陛下鉴定。台上一个台正官方，真是来，将同会台上一个。形状相同，只是名称各异。什么名称？还有几个，一个叫叶恩生源通源。哦，正为子乎恩赐陛下。
黎明远望海，英明有缘如此说啊，可将元长儿智慧。这方是一统元贵，专能天降与地山，内外军务机密之可写手表头智慧。此处同归此方飞，一语黎明当王智慧无有谁忘记呀？智慧不能有人忘记，倘若有人忘记，那黎明百姓并不管嘞。爱情这事真是奇人不易，还还有一点情爱，还有哪一点？彼此与缘客，结情盼发此一道。半黎明有一上高，不分哪跟我与桥。地方官不得拦阻，一路上要不得着了。长途台步有一马，迎着公营不平笑。压着兵官他不为，值得天定不见。爱情真是水起不一样，陛下，事情有话的。去帮那富拉的刁民检求，扶贫供应上京都，那不像是京都道，面壁上京落逍遥，从今又是荒野乱云满京道，西北清不知道有一场一人去看希望高，一生儿希望不消，一句万物希望谁，一朝让人心陛下，君子必称一个之间，陛下为我四次三孝啊！对，是寡人失礼了。爱情之夜也是有理，但目今手要自杀，不是怕误判人告，而是怕顺良百姓不归来报儿。犯业之差，言不苦不帮，不不负上一条，误判论
了理呀。只要轻生不难，不怕千条小命，但是不用了。是，第二句就万你操练使用。真是来将红会抬下。还有本要走，陛下，小军将来还有面风灭天，请陛下批看。当开年与真情，遵旨。啊！出了什么事了？事情可大了啊！什么大事？陛下，继今日正在扬州混乱，号称10万之中，扬州张氏震惊之心难，这是一张讨伐陛下的一份。是今日凭他的才能，也想大兵没犯。控制这张结尾的口气，却是厉害之很。言语真情，这臣不管。第二请来一来年吩咐。陛下，圣爷难以启齿。第二请你来念。是。为领朝不死者，放下你。是。陛下请听。为领朝不死者，心非何人？地日寒里，昔中他中下人神医更衣实事，既不问及挥乱成功，既因先帝之事引渡后王之策，实公积极我妹不肯扬声，依受公在妩媚偏能不死，你愿与会的以武将于许攸，加以会议进行，豺狼人心，今日下阖再来重量，实际徒兄是君臣么？这堂很公正，好文章，这是文学喷人，恐怕倒是能迷惑一些人的呀。放下你。是。人人之所动极，天地之所不容，又不保障我心，归切神气。君子爱之，与之于必公，实之中命，为之以重臣。吾何或之忙之不足，只须后之以亡，以出往生。自会所之将臣，龙离地塞，是下平之居塞。真会做文章，那么许多空话，倒还说来娓娓动听啊！还有多少？还有一笔。放下你。今日王当君臣，恭为宗旨，奉先帝之臣业后本朝之厚恩，宋为之之心被良友爷爷，愿君三之六体企图顺遂。下面恐怕都是怕要他出身做高贵，你往这所忠心了，没有什么意思，叫去正马，宣武人士是。文章实是不错，不知出自无人修灭，启奏陛下，今是骆宾王写的。如此好文采的人，不能为朕所用，让他流落不女，这不是人最想的故事吗？是。这是骆宾王虽然认为是今日必须能，看来也不过是取灭亡而已。希望在无人的儿子宣，反对是宣武人是领子。
再问你，曹娃有什么变故吗？明安国堂夫人变故，是真的吗？是真的。弄错！别人七居扬州曾经之行囊，难道你就丝毫不知？真是！报人还3日之内密禀前来，审定其今夜落兵亡。明日领兵5万意外显应，一路之上不得少少2名，实有查出司机地头来填。武士们中都猜了你们的行动，是。列请听旨，在令你领兵之外，后台接应，寡人御驾亲征，即刻就到。才想到皇帝会到这个地方来，哼！要不是徐经理谋反御驾亲征，会到这里来。哎，如果女皇帝也真厉害啊！徐经理谋反号称10万人马，不到几个月，便杀得落花流水，只落得脑袋半截，真厉害哦！徐经理时机造势嘛，哎，你可要小看这个女的。百姓的口碑可实在不完美。哎，听说她长得很美，我们能不能偷看？你喜欢像徐经理一样不要脑袋，你就去偷看吧。哎呀，可是她长得这么样哦，反正是个人啊。哎，那不同哦，我听我老弟说，她长得这么昂到嘴，这么凤凰柳叶柳眉凤眼。哎，对。哎，她的年纪不小了吧？哎，谁知道？哎，不要吓唬你了，快一点吧！哎，好。啊，你们准备好了没有？哎，好。他可未必准备即将。是。各地方官员举国为压，许昌府应留下，并将中军呈上，听候宣召。正是。各地方官员举国为压，不必在此而止。许昌府应留下，并将中军呈上。因此，许昌营李路进去见万岁，爱卿应声谢万岁。那王师傅，万岁，小臣闻非之效。万岁在此，臣不管。哎，此次并非经典，请不必拘礼。况且这次大人道尽此旨，贵妇也破费了不少。这起来你是弟子，我还是可人。普天之下，莫非妄图。万岁之言，只是小人。
既是此你喜欢才就随便吧。这里的民风是何？他外省之福，倒以丰衣足食安居了你。是此人好，请着中军不得来回，举意在此。两位亲，与我再要年来。是。这一经与下命离亡时，年64岁，因17之妻，要去园林早期作证，被园林判为从江小日混淆公堂，当罪死的驱逐出门，这老婆子不过上告复阴。贵妇正为是我婚子，这李王是有件小弟大族。你也认为这是小弟大族吗？是啊。地方上实体，可见地方上并不安宁。不安宁是由于大家贫困而起，若是家家温饱，自然不会有体质了。可见并不像你所说那样丰衣足食了。是。话是如此，命你在许昌保证3天，并应给园林配上舒适之计，免其到人。是。这一经以寡为儿女逆之命，年19岁，因为不见不受清规，并两家之地，以致上中大作，莫此为人。眼见本人自身虽高，举步发达，你先有家之中，叫去正吧。贵妇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万岁！因你之命心担当，空念弥陀披袈裟，又因父亲两家子，悉图生命无分家。此案他不念真然，与外宽于人不光。不知他究竟是什么人？他就因前夫之子离婚亡。他平时是做什么的？他平日一心共度在世上，他们两个自己相当有缘，城内城外30里，这知名人是不有离婚呀？光为儿女安亲家。最到极了，你不能深居阶层，竟会到30里外去勾引一个前夫之子，为是其言不及。是，速将有关人员即刻打上，化成天子神经。对。杨月清，你也是一个女人，到什么时候才能把强加在女人头上的官权命失掉？喜之万岁，罪孽大报。对上台。在你之命，可见万岁。齐了英语。话这个问你，你这
请千母之子，把经过经营一一说来。被我地破不女，有寡人在此，你怕什么？又是金冠大胆上来，寡人替你做主。万岁永贞。请贵勾引两家子弟，勾引谁？勾引你吗？你家是哪里？离此不远。你广为安30里地。是事实嘞，他每日到你家里来勾引你吗？不是。在什么地方？他每日在安堂门口卖弄风景。
你怎么看到？小人去进香得见得见。他没在在门口，你没在去烧香不成？大胆黄忠不人心，一场船死气压人，真心反复的心，要家务女人是谁？大部的大人原成人，西壁原松亮了命，有你黄忠有有人才，叫他遇见三个单袖是中是非。你觉得寡人对得过公？小人在输了钱，先生出牌无辜。一个傻小女子，修行欺凌，反逆恶名，不法之徒逍遥法外，你说公平吗？你受贿多少？哎呀，万岁！小人无多这一次，受贿嘛，放小人万死不悔。不管就好。许昌英，对，凡你风淫不良，生育之命，在生育以后，家父受孕，生及之病，是小妾无之物，他教之无为，各取切无之责，是，广为而劳你，则当死人。所有你生国是千伤，是你带领子民去吧，谢子龙哎。哦，子民，你可有什么亲近的人吗？小女孤苦伶仃，别无亲人。那你又怎么是无辜啊？小女本就一死，并非相误。也罢，寡人使你年生怕一年，尚有为难之处，可找当地官员帮助。尚有杨梦因为，即是此怕来接我。万岁！今日愿万岁万事当心，今日去世的不都包来是愿是女马相告。不要想什么类似，谁总得要活下去，明白吗？去吧。由来已久的事实，对我们女子不公平。哪里有什么事情？七万岁，拿到此刻命令母女党，送那罪去刺刀一把。对上来。是，来吧。一个小姑娘，你华人有什么冤仇，应也
也为到来之讲，姓的名字就谁之事讲，太下。不用害怕，把事情说清楚了，寡人不难为你。你姓什么？我姓上官，小名我儿。上官儿，上官你是你什么人？是我的祖母。那你为什么要迎娶我啊？你听了。要与他保存孝恩。你祖母是一个正直的人，可是他反对我。我恨你强他人。在你看来，我是一个很坏的人吧？话题上听生议论。你强暴尊朝中，不分是非和杀人。刚才听你报恩才觉得怎么样？才觉得不是像他们说的那样话是吗？才觉得你不是一孤影的残毛须，我见他年轻胆壮又小心，讨教高人还在心。慧儿，你愿意对我进贡，与我做爱吗？进贡？哦，你怀疑我？好，为你这把刀子。要是你觉得我是个坏人，还是可以与他杀了我。要不是，你就对我进贡吧。旗号，兴兵作乱，龙门营四位阶层飞奔求救，还有吗？关于清罪司马也有本状告诫，是清罪此事破原会，厉害引走罗灵会谋反，也是奉了庐陵王的密信。这陛下密切澄清，不过母子体类，于此庐陵王与死的孤儿今亡去病，共有多少高级本章？25篇，为首之人几个？几个王？把国王3个哥哥，都是奉了庐陵王的密令，大部分都是事实。王妃可有什么动静吗？王妃还没有什么动静。娘子，愚蠢无耻的娘子！陛下，你是什么娘子？此王谋反，都娘到庐陵王的密命。陛下，基本上如此哩，放着就是。
他们成不了什么大事的，只要来一个釜底抽薪的办法，也就是了。釜底抽薪，我们快不动，无为之中难成功。胸中国娃女王子，表面文章真正通。加入了密谋出了路，灵王家家子一举动工，分着将王儿女婿来宫中，死亡的美伴的无名中，管教他们无敌无兵难居乎，每天关系一场空。你想的也是好主意，应该把他接回来了，让他原此王走。纵然他自己不管心怀意志，也难保无人重用要一他。我儿陛下，您的这个草拟一旨，命王州长史，可是护送庐陵王为京，正是。七万岁，你下一家去举起。深夜举荐有什么紧急大事？不肯说，他只是王州有事到来。王州有人来，莫非王州真的出了什么变故了？快说！是，万岁只选李小玉。禀称，陛下，庐陵王和王州回来了。不孝人叩见陛下，望陛下万岁万岁万岁！这王儿是你回来了，是不孝儿子真回来了。为吾是此浪费，快起来是吧？不是人儿之罪，人儿不该起来。你有什么罪？哎，是啊，以往日来生，无功无财也就是你的材料。人儿该死！快起来，我有话问你。是。李爱卿，你也坐下。记住，我来问你，你既密谋汉禄之王谋反，你又为来之人啊？哎呀，陛下，儿臣只为此事前来禀约，陛下呀。自从那年被离儿臣是爱文修举在房州，我不是责在那四房手，还来责在家园州，我实见上访你娘牵挂，我每逢佳节儿双离离，儿不能神魂兮兮神欢笑，也只得早晚分享把不就，一做你真功慷慨上天寿，儿女儿母子早人能
为他奉了臣儿的命，生生为报臣儿去。明日是少犯家育而为首，恩中密满把臣儿看，臣儿我认得此心问他头，急忙忙叫张改摆出房州，不怪那路远山高和野走，我为民心急来当年走。我又到了李将军那里，陛下，世上功名平常无妨，不想禄女殿下闻得这位女位在深夜护送殿下进宫，瓦解吕布一人之下，不劳之小辈。身为陈荣基，到此来保护殿下入京内宫，对大人那里也不及报之。既如此，就命你率领10万人马平定出逃，此次指望谋反，军系无危之中，奇怕必说，但千万不可轻敌，不图虚用剑力，实际又是用牛刀可以杀得好些怕死。帮你照着平定出来，明日早早真子接下，出宫去吧。真子。我儿在，命你讨你一子，等李小玉将军为讨你傅元杀，傅元杀，正元杀你，正元杀。稍停再说吧。是。如今这等下我们52个人，你还有什么话要对你娘说的？儿臣指望陛下。哎，这里又无外人，陛下的做什么？你不能叫我一声娘吗？娘。什么事情使你跟娘那么疏远？儿并非是此感觉，假话。在你看来，娘比老夫还凶。所谓是豺狼成性，儿气过。这几年你在杭州做些什么？闭门读书，除了读书以外呢？还是读书。看你快要变成书呆子了。我总为你在杭州这些年可以增加不少阅历，想不到哦，你能领兵当仗吗？哦，儿从来没有当过仗，你滚不滚？滚最好。女生大才分工，一夫把我手自动，上口担子到马乡，开业三间修飞凤，可山码头韭菜葱，那夫人间言语动。你避居杭州10余年，是否为娘心思重？今日里指望滚不动，家儿的名义是威风，虽名你清罢元杀营，才是贫苦里公兄，一来
我真有事要找他商量，快请。是，有请的大人。不劳不必拘礼，快请坐吧。谢过。陛下，指望朝拜的本上可曾看过？都看了。都说是奉庐陵王的命令，请看是何？我看这都是谣言，无意见的。陛下。王来自陛下，请能是神的王人有孝子，人居人陛下所立他好不爱当夫子，今日看指望过来为谁是其中应与所生这一亲子非亲子，夫妻之下将同情。能听说他是我亲生子，能才能他难当结果子，我有一事一受事，万幸爱情加迷事，我问你自洽离事能算为一位能够算比一事，陛下可以为才女不明白，我不是指那菩萨之于不肯这知，两个是弄到，那还有谁来？我不是说人，我是说能不能改变法度？昔日内当官天下一国之，必须是得到王中的高雅子，以为这病一心在，期间批评难根治，富强难免生权子。国家安危在娘子，陛下旨意天下正，必不相同无来事啊！今日这法度必也看天下必多事啊！王者宗亲会夫妻，论到文武他儿子，野心浪子成亲戚，也看这生死要比论事啊！请得到一目相传古来事，一等官一心传为故有鸟传声，声传语，难道是古来一君亲临并不知？古来明君多少，却知难书生言之，自却鸟声算为还有哪个这瓦心
法延伸3000年。虽说西人一旦是陛下你强把法度比，早不早是要谁来子？更何况陛下你还有亲孙子，先帝一马同分子，不娶她年事尚轻多有事，也因难免有不罪啊子，到时亲啊他远居旁州一都是闭门糊涂公子，怎能接他为公子，坐在你底下终有日亲亲就会长子，我们男人的万岁。请到真是矢志不移呀！哎呀，陛下，你再想一想，除了庐陵王，还有哪个呢？言之国老爷难道死作正统之节，其他人只可相见，也怕得朕再想一想吧。陛下如此高贵名分，若此时起连疏逆之咎，不知为了何事，此臣不假。是啊，国老万事能替国家着想，到此时乃替一家着想，你这明白的事也就好不奇怪了。臣不明白，不过陛下，你不能再质疑了。为今之计，接着派发了庐陵王为他之诏书，接地下回来，这样也可撇清对陛下的谣言啊。什么谣言？是陛下屁从吾是兄弟，母子不和，娘在地下，甚至有娘杀之意。你也相信了？臣不得不疑信。什么？你可知殿下已在宫中吗？臣一片忠贞之心，陛下为何戏弄为臣？戏弄你，有道君无戏言。儿儿，请殿下出见。是，有请殿下。殿下，过了。臣今生得见殿下，乃是万幸。今日得见国老，真是晃动个事。起来着吧。国老，你既力保王儿，那以后要天堂国老无得了。臣官老独弟，万事不辞。王儿，快过来拜谢国老。今日是国老给你天子做的。小王拜谢国老。杀杀为臣，杀杀为臣。国老，就命你为父讨诏，立庐陵王为太子，今日早早结发。王儿这样偷偷回来，也会引起外人的猜测。命你即刻安排王儿到浙江一问去，待诏书下完，即命文武百官摆起銮驾，接王儿回来。
你带他去吧。臣真子前不语。在这里，编剧主持赵杰和小徐要和大家再次祝大家新年愉快，让我们下周的同一时间再见。再见。望着雪冰在深夜雨内冰在孤生命千字开，多少工人家不累，知道是女子不该做王位。陛下，此地公公后事事有定定，让谁来定定？降落槟榔这样的人啊！谁命所作与所为，是我给我恰与谁？是必风骨家人一生心血哪人为？陛下，你不要死了，你该休息了。是啊，该休息了。你听，钟鼓声响了，天上到了，自己面上到了儿。